咱的经文是伫以赛亚书吼，以赛亚书第35章。大家讲再提醒一下，就是第28章到39章这段吼，是一个一整段的范围吼。若讲到35章吼，是咧讲到以色列人要一个复兴的概念吼。34到3334到35章是这段里面吼上尾2段的预言吼。哪一段？就是从以赛亚书第1章到以赛亚书39章吼。为什么要这样分吼？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以赛亚专播吼。以赛亚书一共66章吼，一共66章很多的学者都直接说以赛亚书是小圣经。为什么是小圣经？圣经几本？62本吼。它蛮有趣，它不只是这个样子哈。新约圣经66卷书哈，分成新约跟旧约。旧约几卷？39对吧？新约呢27哈。那刚好以赛亚书一共66章哈，它前面1到39章真的蛮像是在写旧约的。好，从40章到66章，这样刚好27章，蛮像是新约的。好的是咧，内容第40章蛮有趣的。第40章开始在旷野的宣告哈，到第66章也是讲新天新地。那有什么？好像新约的哈。那问题就是它那么像哈，不就是分开的那么清楚？学者开始在怀疑，那这样前面以赛亚书第1章到39章，然后40到66，是同一个人写的吗？好，所以会变成学者开始有个理论，变成第1以赛亚这是第2以赛亚。好，你知道这些圣经学者的是雄贵领经哦，然后又发现不对。有第1以赛亚、第2以赛亚，今嘛吼从44到第66这27章里面又发现40到54跟55到66又很明显语气神学想法不太一样，所以应该还有第3以赛亚所以变成第1、第2、第3以赛亚这是圣经学者的分类了那如果你发现有牧师说不对，以赛亚就是只有一个作者，那他就是比较上面比较保守的、比较传统的圣经的学者。你也听到无书你讲以赛亚有3个有第1以赛亚、第2以赛亚、第3以赛亚那19世纪以后的学者你看他们会把它分成3个咱今日的经文是落在第1以赛亚，就是第31到39章内面34加35讲到34讲的是我说最后的2段预言等于是1到39章上尾2段预言。34章宣告以东灭亡。以东是谁的后代？以扫你们再不回答，我们要重新从创世纪开始讲了。以东是以扫的后代，那以扫是谁的兄弟？雅各，对不对？以东是红色的意思，以扫是红的意思那以扫的后代应该是跟以色列是兄弟同款可是以东他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攻击以色列人所以以东被上帝宣告会灭亡这是34章今天的经文是35章宣告以色列会蒙救赎就是说以赛亚那个时代已经是被以色列灭了南犹大也要灭掉了不过一到39章也意思是说，虽然会被巴比伦灭掉，可是他
终究还是要得到救赎哈。这个是30，咱今日经文哈。所以虽然第34章讲以东被蒙哈，他的经文都是很痛苦哈，一些很负面的写法。他们跟35章讲到以色列要复兴啊，以色列要蒙救赎，就完全无同款的一个场景啊哈。一开始你若看经文，一开始好多咱呢蔡弟兄已经聊过啊。一开始伊是用大自然吼，大自然以欢喜表达来迎接迄个荣美吼，那个荣美就是上帝的救赎的荣美吼。所以伊讲到什么？伊讲到旷野安那，旷野要欢喜，迄打扫的地嘛要欢喜，要快乐吼。啊，沙漠嘛要快乐欢喜，亲像迄个花同款，吼，像花一样要盛开，欢呼雀跃吼。这个很特别啦吼，伊咧描写是讲旷野沙漠打扫的土地，拢在哪？拢在笑，吼，都在笑，吼，这是一个很有画面的一个描述，吼。呵，不只是安尼，他一开始先用大自然，好，大自然先哦，好来迎接上帝的救赎，这是一开始哈，从到第2节，好，今日35章一共1到10节哈，第2节描写是大自然，啊，那第3节开始，他在描写的是人的身心的健康，好健壮的状况，来呼应那上帝的拯救。所以有讲到什么？讲到吼，迄个软正的手爱互伊勇行，吼啊，骹头夫膝盖安怎讲？哦，骹头乌吼，骹头乌无力的，要互伊安那稳固，吼要稳固。本来是会颤抖的哈，原文是这个意思哈，互伊稳固。啊，这是身体方面，不只是安尼。会惊吓的心，爱互伊哪勇行起来，好，这个是在讲身心的状况，好，在呼应上帝的拯救。记住哦，前面一段是讲什么？大自然，接下来讲啥？人的身心的状况。接下来另外一个层次，哈，就是有缺陷的受造物，不管是人还是大自然有缺陷的，好得到复兴，好啊，这是咧讲啥？对第5节开始，所以市面的人啊呐，目睭大体会开，吼，臭耳人的耳孔会变来，吼，啊若摆开咧，要哪落，亲像落要丢跳，吼，啊若下到的喙齿会当。好，会当唱歌，好，不记我都讲过哦。这个是所有有缺陷的受造物，好会得到复兴，好，好，所以旷野有水源呐，会喷出来，啊，沙漠会涌出江河，好，好，这是有缺陷的受造物，不止，不止，继续讲，发光的沙会成做水池。打扫的地会成做水泉。什么叫做发光的沙？哈，英文一律翻成 burning sand 哈，会烧起来会刷啦。好，不过意思不是啦，他的意思应该是那个发光的沙，应该是在讲那个海市蜃楼。各位想这样在上面的海市蜃楼不？但是伫沙漠的时阵吼，伊旷野吼，那个空旷。太阳光线经过折射，因为它温度不一样，空气的温度不一样，经过折射会把远方不晓得多远的景色往前往前就呈现在前面，所以因伫沙漠也看到海市蜃楼，看哇，好像是那个这一片沙漠好像再走个半天就是绿洲了，结果走过去变成什么？才发现是沙漠啊！意思是讲，
你看到的，你俩这是海市蜃楼，其实也会让它变成什么？真的变成水池，哈！因为讲的是这个艺术，哈。啊，不是安呢，就是野狗栖息之地，哈。它应该不是野狗，应该是胡狼，哈。嘿，野狗就是一种那个前脚短，不，前脚长，后腿短那种，哦。迄拢是生活在比较贫瘠的地方，吼。生不出草的所在，啊，不过伊要讲，连迄款的所在，嘛要生出绿草甲芦苇。芦苇是生伫对水边吼。要说那么贫瘠的地方，都会生出这个东西吼。所以更要在你看吼，好多为头前讲的，有缺陷的受造物吼，会得到复兴。更要这个在基督徒来讲吼。这个东西比较没有那么清楚哦。我之前捌讲过，我去看一个电影，在演的是那个穆斯林哈，就是伊斯兰教的信徒。好，因讲的一个概念哈，就是讲在伊斯兰穆斯林信伊斯兰的教徒，他们心中有一个审判日哈，跟咱基督徒同款哈，审判日。犹太教也是一样，有一个审判日哈。那咱基督徒。讲到审判日，你心内是安那？哈，分好坏哦。咱一般啦，讲到我们会有审判日那一天，你即马想起来心头会安那？会惊还是欢喜？惊，是不是哦？审判日拢惊嘛，对不吼？而且如果好莱坞电影看太多吼，审判日会发生什么？啊？山摇地动，对不？嘛是彗星撞地球的，是外星人啊呐，大海啸都想象审判日就是那个样子哈。结果我看一出电影，你讲到穆斯林或者是伊斯兰教这些信徒，因咧讲的审判日是欢喜的，是欢喜的。因真正认为讲吼，我这个掰开哈，我这个无开，我脚断掉的人哈。审判日怎么样？阿拉会给我腿啊！阿拉会把我的腿还我。我手断去的吼，迄天赶快审判日阿拉会给我一个交代。就是因认为讲吼，审判日是什么意思？审判日就是上帝的公平对待所有的人迄个日子，那个日子哈。所以从那个电影看起来，他们都很盼望很盼望审判日啊。那个主角是一个麻风病人，所以伊面啊拢烂去身躯拢有残缺。不过伊伫迄个做梦梦到审判日，伊咧照镜，哇，煞变做安那？亚兰德伦。我讲亚兰德伦，你拢唔知影什么人对无？你拢唔知亚兰德伦什么人？一个很帅的影星啦，就是讲哇，那个麻风病人他在想象的审判日，上帝会让他成为什么？一个俊美的男子，他的朋友乞丐无卡，只有到屁股，骑一辆摩托车，然后他们在说再见的时候，也是说审判日再见哦，那一天兄弟会把我的腿还我。就是讲，因家的穆斯林他的想象审判日是欢欣快乐的日子，就是因认为虽然伫世上无受到公平的对待，不过伫审判日一定一切会恢复过来看下这我今晚在讲的这款呢想象，咱的基督教里面，敢有介济这款想法？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有去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电影中看起来这些穆斯林信那个伊斯兰教的，因在想象的审判日是遐尼水、遐尼好的代志然后一般咱观察咱基督徒，那讲到审判日，迄个目头的哎呦，会惊咧，上好是莫来，等我死后才来对。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应该是在讲哦，以全世界做一个范围来看哦，基督徒的生活水平是比较水准以上的，那其实很多的穆斯林他们的生活品质是什么？是比较低的，这样就可以想象我在世界过得那么好，你要不要审判日？不要啦，还有很多没有享受到呢。我存那么多钱，你给我审判日来的时候怎么样？我康康呢，没合啦。那对那些比较长期是在生活上面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他们就会盼望什么？审判日会到。所以你回去看这里，你就看得懂一些的功效，你看得懂。你讲那个复兴的时候，再来的时候，再临的时候，上帝会让这些盲人重新看见，操耳人耳康的听出来。各位兄弟，我今麦看老我就知道听不见是什么意思的呢。都听不清楚完蛋了！你哪讲较细声，我拢听无呢。我一直问你讲啥？你讲啥？哇，真正老迄个变水的摆开会当亲像鹿安尼跳丢跳我最近发现我的右脚踝坏掉了呢，走路会酸呢然后走路一跛一跛的，我自己不晓得。好几个朋友走在我后面就问我说：“陈师你也卡呐？”我才发现，原来我走路怎么样？一摆我自己唔知呀，系啊，看到了，好，然后哑巴是安怎讲？到迄人喙齿会当唱歌各位兄弟，还在咱的圣歌队小四班秋莲啦。赞对不对？我每次广告都没人理我我只好自己加入，你知道不？下礼拜天我忍不住就加入跟他们唱一首歌而已，陪那个明轩一起唱，结果练习下去才发现，我会走音呢，我会退步呢，以前讲到唱歌我就去呢，我外高唱的呢。我即马竟然会走音迄若较悬的佮救袂起你咧，哎呦！所以我会很希望审判日来，所以这些有缺陷的伫迄天弄会安那变恢复美好起来。各位兄弟，你也当想想他这个画面，一切都会变得更美更好这个是一类下来的是想象以色列人他们是被掳掠去因受的 torture 受的就是无好的对待因在想想讲审判日的时候，这一切都会怎么样？会恢复，会变成最好最好安尼好。个到今日的经文的题目，伊讲，而且你就会看到一条 highway 这大坦道伊真做圣道，伊名叫做圣的道路这个圣的道路是要互遐个受到救赎的人所行的路有为的人无法度行然后愚妄的人不会迷路稍微解释一下，有为人无法度行，其实它的原文不是讲污秽的人，它的原文是说不洁净不洁净跟我们一般在讲污秽有一点点区别啦。那在讲犹太人讲的无清气，不是你真垃圾的意思，是宗教概念的无清气。不是讲你拢3、4天无洗身躯迄种
污秽，不是，他在讲那个宗教概念的无清气。犹太人因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有很多的规定，要叫因过迄种清气的生活，所以因连食的物件嘛要分清气、无清气。吼，啊，你若摸到动物的尸体，你就变成安那？无清气。你虽然刚洗好澡都很干净，不小心碰到动物的尸体，一只蚊子，你得安那无清气。啊，不是讲你污秽了，就是你无清气。好，这个是宗教的概念的无清气啊。啊，犹太人是很在意家己无清气，因为伊若无清气吼，伊坐的所在，迄个所在就安那嘛无清气。啊，即摆伊起来了后，别人去坐，啊，迄个人嘛呐，无清气吼，他们很在意这个概念哦。啊，无清气的安那，无清气的犹太人都无法度从事宗教行为，哦，没有办法从事宗教行为，也他的概念就是无法度亲近上帝的意思，好，好，所以这个是他们很重要的概念。所以因为讲啊。无清气的人，无法度行迄条圣道。吼，这里再提醒一下哈，咱的汉字，把 holiness、把 holy 这个概念翻成圣洁，对不？翻一个圣洁其实是不好的翻译，因为一本身没有洁的概念，好，要翻成神圣比较好。好啊，可是。以这个本身没有洁的概念，可是其实是可以指涉干净的。就是讲哦，好多我讲诶，犹太人是安那爱过清气的生活，洁净的生活，其实是要提醒他们是什么？是神圣的。好啊，神圣什么意思？发光是无？咚，金光强强棍，不是啦。神圣的意思就是去互上帝安那。分别出来的意思哈，被上帝分别出来的，那叫做神圣那个概念。各位看这，咱基督徒讲11奉献，那个1/10就是圣的，就是上帝该样呐，分别出来怎么样？归乎伊家己的哈，那叫做圣的。可是。上帝把1/10分别出来归乎伊，所以后面的9/10是谁的？我们的，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哈，那个1/10是在代表什么？没有被隔出来的9/10，就搞了半天都是谁的？都是他的。好，这样听懂吗？哦，所以等基督徒的奉献1/10是做一个宣告。哦，我摕1/10出来。啊嘛，宣告讲，其实我手遮的9/9什么人诶？嘛是上帝。不过我加做一个管理者，我成为一个管理者。好，可是拥有者是谁？是上帝哈。等于是上帝设立这个11奉献，是在提醒人，其实不只是你的钱是上帝的啦，你的时间嘞，你的生命嘞，好，拢是啦哈。所以这个。是被分别出来的意思，那个圣、那个显的意思的是被分别出来，所以这个道路是圣道，所以它是被分别出来的。无清气的人刚好都行，好就没办法走了哈。所以讲背书之名哈，加是去有上帝救赎的人，好因是属地洁净的，他们能够走哈。所以无清气污秽的、不洁净的，因就无法度行。另外吼，最后面那句我最有兴趣了。伊讲愚公的人吼，那行伫迄个大道嘛不会迷路啦。好，那我就不会想是愚公啦，就路痴啦。哈，连路痴去走也怎么样？不迷路哦，这个我最高兴哦。我是很严重的路痴哈。我晚上出去就一定迷路哈。完全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哦。其实那个我后来发现了，那个方向感很好的人，那个猛龙哈，他会跟你讲说，你往东、往西、往南、往北走，他会这样讲。
好，那路痴，你跟他问路，他会讲什么？你右转左转，听懂我意思吗？哦，那路痴的脑袋没有一个地图，你知道不？哈，啊，他的脑袋只有说向左转、向右转。可是你要知道，向左转、向右转，你往北往南是不一样的。哦，呵，我自己很有感受哦。所以，居然那个时候连路痴都怎么样？不会迷路。你说这个是不是复兴？这赞呢哈，连路痴都不会迷路哈。这款的道路，这款的大道，这款的所在，没有狮子，没有猛兽，在这个道路上面。为什么这样写？因为前面好多讲这是35章，还那34章讲到这迄个以东会灭亡就到处都是狮子，到处都是猛兽伊讲这拢无。刚才第上面讲，只有在他重复一次，只有救赎的人在上面行走。这块的大道会引导这些民怎么样归回哪里？归回这里在讲诶，这是以赛亚先知在预言南犹大要灭了这些南犹大的精英都会被怎么样？被掳，准备掠去巴比伦不过预言的是讲。拢会安那，会当转来锡安，就是耶路撒冷，会当唱歌转来以欢乐为冠冕迄欢喜拢伫临到因的头顶所有的啥物货，忧愁，所有的叹息拢安那，拢要走去好，各位兄弟，经文到这有一个问题，他都讲诶，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这是预言，就是讲发生了没？还没有发生那假设以赛亚先知今麦要讲的人，对象是遐已经去安那掠走的，已经在受到苦毒的，受到伫别国受到像奴隶凌辱对待的，今麦以赛亚讲会安那？会归回？会欢喜，会唱歌，毋是恁唱歌，连沙漠拢唱歌，旷野拢唱歌，讲遐尼好的前景以赛亚在讲的是这个吗？就是在跟他们讲，以后会安那发生遐尼水的代志，所以你们要怎么样？继续什么？继续等，对不对？是不是啊？各位兄弟，这可怜的以赛亚这可怜的以色列人，今嘛伫各国漂流在各国真可怜的处境，所以他们以赛亚跟他说，会有怎么样？会有这样的时候啦。恁虽然去用掠去，有一天恁会当安那欢喜唱歌，转去恁的故乡。所以你们现在要干嘛？各位兄弟，我说你们现在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呐，被掳的以色列人呐，每天怀念、想念你们的家乡那忧陶革命对吧？所以以赛亚说：“安呢，你们会回去，会欢喜唱歌回去。所以你们现在要怎么样？较啉来对不？啉嘞唔通。”放弃绝对不能自杀撑到那一天就可以怎么样？欢喜回去啦，是不是？是不是安尼啊？各位兄弟，各位兄弟无够啦，不是这样子啦，不是这样子。以赛亚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是伫天里不？伫地里安那，亲像伫天里。耶稣讲的，什么意思？是讲虽然你即摆的境遇安那，遐尼凄惨，我要甲你讲，先知以赛亚，我要甲你讲，迄天会临到，迄天临到的时阵，恁是会当安那欢喜唱歌，转去恁的厝体，转去恁的故乡。所以你即摆在安那？你即马大家开始安那欢喜唱歌过日子啊？无你等到迄天，
你的噪音。啊，你太久没唱啦，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看这你俩这你上久袂晓，上久无得笑，你以后笑会出来吗？就是讲，你即马虽然也未到迄个所谓的复兴的日子，你就要过得仿佛已经是什么复兴的日子了啦。不然的话，那一天真的到，叫你笑，你还怎么样？笑不出来了，因为已经无迄款的心情，已经无迄款的生命，你已经无法度会当欢喜唱歌，亲像鹿仔在跳跳，迄款的情形来回去你的故乡，你已经愁苦到变成你的日常。这就是耶稣讲的，伫地里，亲像安那，伫天里，就是讲天父啊，你的旨意要行伫地上，